大个，后会使相细，紧干嘛？你即摆好无？我讲刘海晒，你个不做名嘛？你个无影面。好。刘海晒。对呀，马上过来了。该。两路顾客，啊，你什么啊？袂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要休困，对吧？随便甲我听清楚，头家若无叫你休困，你死了就掠甲死了。我无叫你休，你袂使休。是的啊，囡仔，你了无？对，你吃鬼。我即摆叫你甲我掠，你毋情愿，你怎甲我当即个？后你存来做甲今仔日？阿母啊！来呀！阿母，你是来怎？阿母放假，即个放假。我经常放落去。我是什么代志啊？随便啦，便当做工课，我一个家庭哦，咱对家甲我做落，然后我返回一边啊。谢谢啊！哎，随便你讲，快。大汉，你讲我咧未要受过重啊？安怎？我甲你拄啊好命命啦，无才家饲这领细年，伊竟然这领过骨啦！我即摆看到伊，我当家真讨厌，我爱你家赶出去。你爱我家赶出去？对啊。你现在出去外面，有我个生存也无人知影，啊你兵兵无过，甲赶出去，这件代志若是传出去。你要叫我这个官怎啊做人？是我的啊！阿娘已经无效啦，食老体啊，我袂当，所以你老爸才肯起来扶我见生死。好啦，咱就为做，老母带你出来去。我的囡仔，啊，何用着安尼？我只是讲一个公道话而已，也毋是讲无徛你这。